现场一学校自治地2人国小共同展出以在地当季物产为主题的游学课程，由各校学生也是青农介绍台南在地农产，同时搭配游戏。台南市副市长叶铁山也到场来体验。在台南推动的是有6育，我们加了一个10育，也表示市长对于食安问题的重视，也是希望说，当大家在重视食安问题的时候，希望往下扎根，把它落实到我们的教育。教育局不止持续推动食农教育，每一档更提供补助专案，予学校规划特色课程，同时以食材产季划分，整合各校资源，形成台南食农游学地图。那食农教育最重要的就是什么？就是亲自去操作，然后从操作当中去体验，去了解整个食物的生产、处理过程，包括烹调。教育局为去年选定4间学校试办，扩大到今年17间学校举办，将食农体验用娱乐营的方式来甲更加侪人分享，也希望透过学校的食农教育推广到规个城市。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。